日本福岛发生核灾到达已经满10年啊。3月7日，伫立法院就举办一场讨论台湾核能发电问题论坛。就学者表示讲，台湾核电厂会坎啊地动的程度还阁无够用。嘛有环保团体也表示讲，台电应该开放民众入去核一厂，了解安全的状况到底是安怎。1分钟的时间啊，来为日本的福岛核灾默哀。手举蜡烛，头咧咧，哀悼10年前的福岛核灾。3月10号，款团专家甲下党派立委伫立法院举办论坛，讨论台湾核能发电的危机。论坛前的记者会，有学者表示，台湾的核能发电厂内进能力可能是无够的。在这个区域里面，过去的研究哦，我们都知道在这边有很多的活动断层在这个区域。那这些活动断层在建厂的时候都是没有经过评估的，所以目前的这个3个厂或4个厂，它所谓的建筑的安全的系数，其实都远低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事情。现场有前核二厂的员工现身，讲家己伫核一厂的经验，外界对核一厂的安全问题充满各种的猜想。环保团体要求台电规期开放，让大家去核一厂了解，让大众知影核一厂无安全这个讲法到底是真也是假。我们希望呢，那个台电能够开放核一厂的1号机组1、2号机组，那让我们的公民团体还有立委跟专家学者啊，前往去了解到底呢，有没有呢如外传所说的安全或不安全。针对入去核一厂的要求，台电表示会使配合立委民众的需要，安排以团体的方式入去核一厂。民团讲会开始找立委规划入厂的时间，甲详细行程，了解核一厂内底的状况到底如何。记者郭碧君、张学水台北报道。